您是顾家的老夫人，您说什么都对。你还顶嘴？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话有问题，惹到他了，跟您没关系。来，吃饭吃饭啊！顾局长，别给我在这装好人啊！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奶奶，奶奶对不起。贺锦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想吵架是不是？我吃饱了。奶奶，锦溪她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看样子他们小夫妻俩是吵架了，没事儿，过会儿我去劝劝就好了。唉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我是管不了了。你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呀？这样的企划案也拿过来唬我？你要是不行，提早换人。嘛呢？啊？发那么大脾气，至于吗？啊？你说，我大学时候做的企划案都比这个好。不就是个企划案吗？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不至于吧？是不是最近家庭生活不和谐啊？行了，别扯了啊！我叫你来啊，是有件事问你。你对这个女人啊，比我了解。你说，女人要是无缘无故的大发脾气，那是为什么？哎，女人无缘无故的发脾气，不是大姨妈来了，就是大姨妈在来的路上。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对她的关心、关照、关怀 ，take care。怎么关心呢？买东西呀，宝贝儿。买什么东西啊？包啊，包。包治百病。可是她不喜欢这些东西啊。Oh my god， 兄弟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了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自求多福吧。等于没说。周家太太约我去喝下午茶，你告诉锦溪，让她收拾一下，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去。是，苏小姐。方叔，奶奶。哎。